要調整紙張尺寸，需變更長度同寬度盜版，以對齊紙張。拉動盜版嘅時候，需按壓活鍵調節。另外，請確保裝入嘅紙張數量冇超過指示嘅最大高度。要設置同埋添加 A5 紙，需變更紙盒上長度盜版到 A5 位置。為使印表機取紙列印時更加順利，翻動紙張並再次對齊，可讓紙張鬆開。放置時留意列印面向上。要設置同添加 A4 紙，需還原紙盒上長度盜版到 A4 位置。同樣翻動紙張並對齊，讓印表機取紙列印嘅時候更加順利。